台中50个居家照顾服务员去市府抗议，讲因还未领到6月薪水，无公司劳动合作社拢总欠因308万。这个争议呢，是因为合作社咧改选，前任甲现任的理事主席咧相告，地市卫生局无法度甲钱拨落来。市府强调讲，合作社纠纷要交予法院来处理，若薪水问题，目前正咧悄悄。没有劳务所得。 一阵居家照护员大声喊出，要摕到家己应该摕薪水。伫台中市北区一间劳动合作社的私立居家长照机构，有50多位居家照护员6月份互人欠薪水，拢总308万，初一去到市府抗议，还给我们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交代，对，让我们每天很辛苦工作的居服员都可以领到我们的薪水。 居家照护员到厝服务，互厝内老大人拢会当得到照顾。这间居家长照机构拢总服务200多个个案。规个欠薪水的争议是来自去年劳动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改选了后，前主席兼做长照机构负责人的林婉珍指控新的理事主席陈建文敢若是人头蛇丸，而且佫无互居家照护员薪水。不过陈建文是批评林婉珍私底下改口做，地市卫生局无法度拨款。50多个，总共他6月份是308万。 这一个月的话，机构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代垫的，陈建文1毛都不给我。那我们真的是已经没有再多余的钱。他没有经过合作社理事会的决议，他就私下去变更账号，所以说造成那个卫生局无法拨款，把那个申请账号的那个做撤销动作，我们这边才可以正常的拨款进来，这样子。社会局表示，合作社的选举纠纷是私权的行为，双方当伫咧台中地方法院来拍诉讼，行政机关无法度做主意，要由司法来判定。 我们有收到这个公文，那我们针对这个公文里面的程序完不完备哈，没有所谓的行政的一个定夺，因为定夺的部分就已经回到法院了，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在法院的诉讼过程当中。不过社会局强调，居家服务员薪水的问题会甲合作社选举的诉讼分开来解决，目前正咧协调，希望会当赶紧互基层的员工领到薪水。记者综合报道。